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，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哎，别看你在长药府里称王称霸的，站在你面前的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他可是来取你性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大圣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可好啊？没问题，齐天大圣来也！这个时候你接着走。我看你不要睡，快干嘛呀？喂，孙悟空，你为什么还手啊？我划着呢。这贱人在那吵吵闹闹啊！孙悟空，哎，他是谁啊？怎么穿着你手下的衣服？这个问题现在还重要吗？快跑啊！不别看！别跑！孙悟空，你别想跑！我说过了，再见到你，我得杀了你！哎呀，青霞姐姐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放过我吧。等等，你能认得出来是我？此刻，难道我不是紫霞的脸吗？当然啦。那你说我是谁？哎呀，青霞姐姐，你不要玩我了，你不要冲动啊，气大伤身啊！你在这里慢慢冷静一下，我们先走了。奇怪了，之前我还变成紫霞，难道是错觉吗？还是……哎，站住！不媚果，难道是因为他？他让你停就停啊？对呀。哎，你的手下怎么变成个女的？这个说来话长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你说我听。没跟你说话呀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既然没什么的话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等，其实我离开你就是因为他。我？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什么看呢？没见过美女吗？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高鼻梁，樱桃嘴，杨柳细腰，纤纤素手。确实是个美人胚子。那当然。可你是这么肤浅的人吗？你只爱她的外在吗？是啊，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啊！你没听说过吗？男人都是视觉动物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相信你不是，因为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。那你真是听错了。你知道什么叫笨女人吗？啊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是相信男人的女人。在遇到春30娘之前，我一直都在虚度光阴。少来！等等，你说这话是真心的？对呀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到真诚了吗？青霞，你呢是个好姑娘，只可惜遇到了我。怪我，就怪我当日太傻太天真，信错了。孙悟空，
我恨你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跟我没关系啊！快跑啊！楚正不要跑！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想这幼稚你啊！什么？你让我看看，你和我徒弟长得好像啊！你是不是悟空啊？让我看一眼。你饶了我吧！你真的是悟空啊！悟空啊！师傅好想你。哎，你看你现在好帅呀！你终于进化了，你长得真的好像一只豪子。师傅好想你，过来。师傅，原来他们是师徒。哎呀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有没有喝酒？有没有吃肉啊？你知不知道师傅啊？师傅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潇洒。师傅不潇洒，岁月不饶人呢。时间是把杀猪刀啊，师傅的皮都松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师傅，哎，我又在跟你叙旧，眼前这个姑娘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快去30娘不要怕，齐天大圣来救驾！师傅等我去救回。哇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悟空真的长大了，都会主动去帮助别人。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路向西，肯定可以造福很多黎民百姓。哎呀，终于跑出来了！这是哪儿啊？哎呀，应该还在苍阳峰附近吧？不过你放心啊，这肯定离开蟾蜍谷了。不会再有蟾蜍了吧？哎呀，放心，有我呢。有你我才不放心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没事吧？你的手好软。不要脸，又吃我豆腐是不是？刚刚的事还没给你算账呢。喂，你别装了，起来啦！喂，孙悟空，哎，孙悟空，你醒醒啊！孙悟空。